数十万人拥戴终结绿营20年执政，把高雄转为蓝天。6月6号，非韩不同，非韩不同。6月6号，6月6号，坚定罢韩，坚定罢韩。6月6号，6月6号，出门投票，出门投票。到数十万人联署，将进行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直辖市长罢免投票。高雄市长韩国瑜这2年的执政路，跟着民意云霄飞车窜升再下冲。高雄人就只有习上一种球路，就是直球对决。那直球对决的意思是什么呢？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比较久，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等待经济的活水。虽然我们有一套我们的论述，认为你要从基础建设然后转型，已经等待桃花源就要来了。可是大家会觉得等不及，他们想要换党换人做看看，要支持韩国瑜。但是，一旦他 yes I do 之后，高雄人就会整个有那种强烈的被伤害的感觉。原本9合1获得89万票的支持，韩国瑜2020总统大选得票数却马上倒退撸，只获得61万票，中间的28万到哪去了？深耕高雄的绿委分析，市民是被韩国瑜落跑举动伤到了心。去年我请假3个月参选总统，在这里要向市民朋友致上最高的歉意，非常的抱歉。市长不在家，让市民朋友操心担心。我想，休假之后，我个人把1天真的是当2天在用。在高雄市议会里，韩国瑜再一次为自己代职参选总统道歉，而市府团队则全心拼市政。高雄豪雨期间更勤打治水政绩。市民朋友报告，天上下多少雨，老天爷决定，但是下来的雨，退的速度由我们市政府来努力。1天当2天用，韩国瑜力挽狂澜，更宣布希望支持者不要出门投票，借此降低投票率。中选会公布罢韩门槛57万4996人，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罢免就能成立。我想身为高雄市民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接受并尊重全体市民所做的最后决定。其次呢我也是身为国民党党员以及这个当初的支持者，那我希望韩市长能够做好，而且做满，那你能够为高雄市来提供更多的服务跟贡献。最后关头，帮助韩国瑜登上市长大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特地现身喊话，盼乡亲让韩国瑜做好做满。当初是1人救全党，现在国民党全党救1人。我觉得现在韩国瑜极可能创下历史，就是说他是坐火箭升空，那自己的肉体掉下来。你看他1年多前，他几乎是台湾的超级巨星把民进党被他打得全党趴在地上。那现在短1年多的时间，他已经面临会被罢免掉。我觉得这个以后政治历史上永远都会研究这个课题。但我觉得也给政党和政治人物一个警惕。哇，这个民心转变真的非常快大家都必须要好好的善尽你自己的责任。